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去年第57屆嘅金馬獎哦，你客家電視台嘅咧，戲劇、台劇、台歷合格片案，喺國內外都得到獎，有非常好嘅成績。其實從呢得獎地圖，你咪就得看到，用客家語言作為咧片呢嘅主要語言，也係講全片用客家話來呈現。同樣冇任何嘅咧，冇可能。應該講，所以啲劇本好，人演得好，語言呢變做any文化嘅特色，其實就得到大家當到嘅關注。喺今日嘅節目當中呢，any 同樣會撈大家分享去年第57屆金馬獎第100首映嘅短片咯，按到沃卡，等下呢大家先來看嘅預告，節目當中好同大家來分享哦，請大家先來看下預告片。咁講呢個時態嗎？我唔會時態啦，唔係講我會時態。我喺度睇睇你世界，咁呢個要解飛機杯個解開什麼？等當天過天，係也把同意思，哦。今下大家看到呢預告短片哦，係沃卡，佢喺咧武拍嘅影像當中，從來講當多嘅故事，聽年是喺客家電視台播出嚟，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編導韓國製片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好好來分享，介紹幾多用心來製作嘅呢出短片。首先來分享咧編導文清，分享你。大家好，我係沃卡嘅導演文清。撒下來呢來分享咧係製片瑞雨如，分享。大家好，我是沃卡的製片雨如。哇，今日非常歡喜哦！剛才一開頭咧文清吼，是用佢前6屆去錄唱客家話同大家問吼，你咪主動演係？應該主動演。哦，所以呢部片呢，按照編導就是你吼，又係編劇，又係導演，所以其實呢出戲呢，應該講係從你講出來嘅係嘛？係啊，呢戲吼係嗌沃卡一家嘅故事啦，因為細時陣老阿公感情動好，然後佢等嗌差唔多高中嘅時陣是狗性嘅，所以嗌想老嗌老佢嘅回憶當做劇本，然後翕出來變到天亮。係，所以你講沃卡哈 home 就是我們的家哈，是講沃卡，那個窩是你自家咧，自家係掉啦哈，所以我哋看是啲係沃卡，也係掉卡，唔係我想是你嘅沃卡，佢啲都其實有情到愛講嘅故事哈，所以你自家寫劇本也好，那對製片來說，你在執行這個沃卡嘅世界啊哈，你在這裡面你感受到什麼？其實我跟大家不一樣，因為我第一次看到沃卡的時候是用劇本的方式看的，然後那時候沃卡溫情就拿着劇本來找我們大家一起看，然後我們全部組員，大家有看的全部都哭了一輪，就是其實第一次看到就是會想到自己的阿公啊什麼的，所以第一次看到這本其實就非常喜歡。然後，但是身為就是你知道製片，你馬上下一秒就是製片腦就會出來想說，很理性是不是？對，我去哪裡找日治時期的場景？對，然後哇，全部用客語，就是會覺得其實這部片從全部一開始執行就蠻難的。哦，對，所以對記者來講咧係要挑戰嘅。家下啱談起來像是係戲一部，無論係戲劇啊、短片啊，也係講台嘅天樣哦。咁講咁啲記者哋翕呢出短片嘅時間，他們還是學生啊，這是他們的畢業製作的作品。所以講係講用學生嘅角度來講，其實可能你嘅經驗還冇俺多，經驗不一定這麼豐富，但是你卻要製作一出讓人家看到本就可以哭的戲，其實挑戰是蠻高的哈。我係非常諾也係講，我昨天講記得當年靜，記得沒當漢語，因為你們裡面有很多的，應該說有2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是青島當好嘅人，非常能夠詮釋這個角色的演員，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好，剛才阿公啲背讀，阿公係主角嘛，係主角。但是這時係因為寫了本是想愛阿公，所以我腦袋中是有一隻阿公嘅形象，然後但是這時先奶豆會有做得
讲客家话阿公喏，做得穷爱讲啊，用你嘿，然后开始去看客家电视台动都节目嘛，然后是听到唐川老师佢嘅形象都符合爱上嚟讲嘅个阿公嘅角色，所以应该是这是想，可是唐川老师系金钟影帝，系佢影帝，影帝先系斗鸡毛，然后所以是爱到余如是讲，然后梦爱掉让爱掉剧本，然后发出去看阿公唐川阿公会愿意系接演人家剧模，然后结果发出去以后，其实又回复讲，佢动好人家剧本，所以是讲，做底下佢就在演啊，用哇，掌声鼓勵下，因為其實對人人來講，乜嘅係最重要係講，佢做得透到佢有感覺嘅劇本啊，他讓他覺得心動、有共鳴的劇本，因為佢對呢個角色有感覺。像是講，可能製作學生製作哈，未講咁多錢，不過咧，唐川老師給第一擺很來做學生作品的演出，就是你們的演出哎，他獻出他的第一次給你們哎，好，所以佢底下走戲嘅時間，你們就會感受到他的敬業，對不對？對。然後佢本身係金鐘影帝嘛，可是有時候我的導戲嘅時間，我其實會當觀眾講，佢會唔談愛講用扮演模，因為可能佢會有自己嘅想法，然後可是在現場時，應該是可能佢動演進大概讓佢討論，呢家角色用扮演，然後可能佢有自己一啲演戲嘅方式。然後可能冇符合我本身劇本而寫嘅東西，可是我到佢講，修改一啲啲，修改一啲啲嘅時間，其實會動願意去談啊，用扮講，用扮撈呢家劇本撈共動好啊，用。哇，非常好，動有彈性，好，動有數嘅演員，湯川先生佢係對做戲非常有熱情，所以你是才簽到一個動好嘅角色，然後一個喺啲地圖做來嘅，係做阿爸爸嘅角色係嘛？係阿爸爸嘛？不過你係做一隻個係你嘅阿 Q， 係阿 Q， 因為你係假公嘛，哈，演舅舅的角色，了解係范章太基，范章太基老師，范章老師佢咪都厲害，係啊，佢開始即係我哋發試鏡的社團裡邊圖，然後是當到人來信來講試鏡大家角色，可是頭一上去到講冇搶，咪去到佢就講客家話冇按模樣，所以開始即係看到范章老師講佢要來冇我哋來試試看。所以我哋試鏡時時幾來，然後是讓我哋聊天啊，然後演戲啊，用意是是感覺到佢都適合呢家角色，而且佢對我哋動好，因為我哋都第一范章老師佢係當優秀的演員，然後接過動都天然啊，動都短片啊用意，然後我就是覺得會挺貴麼，會用扮麼，我就是性感度按感覺啦。你係時間是製片要傷腦筋，對不對？然後結果我哋試鏡嘅時間，幾時自家講哦，我哋冇講哦，幾時家講哦，我是本意就按用嘅假天時候，因為我去到了解劇本動好，所以我就開始是覺得是按好運哦，所以我就簽到演員嘅時間，其實是按出現的，我就是講已經挺有好動到嘅感謝。你係染粉。染粉啊，所以你是本地講，其實寫好嘅劇本，其實寫動到好嘅人來窮下來達標，因為這個是你們去年畢業的製作哈，我要再一次真是恭喜你們，因為這一部短片其實你們也獲得蠻多關注，而且在57屆的金馬做了首映。以學生的作品來說，其實這個是。這個入場券是非常非常非常難拿到的，因為這麼多人在拍片，有這麼多的學生，對不對？製片你在當中很辛苦哈，好像大家也都沒有什麼睡覺，可是有沒有覺得說哇，真的是好像讓整個團隊都好像站到另外一個不同的視角？其實我覺得拍攝的過程中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其實成果我看到大家是喜歡的，我覺得。我們都很開心，對，然後當然也要感謝就是兩位非常資深的前輩，然後帶着我們也都沒有什麼經驗，對，然後但是一路就陪着我們走下來，我們真的非常痛苦。唐川老師也說他是肉體非常痛苦，但是精神上是非常豐滿、非常飽足的那種在拍片，對。非常痛苦，你們到底是讓他多痛苦？我們，你們已經做咩會安干苦？因為我哋
学生的嘛，所以应该都会签都会去加出来，然后做的工作的时长天数是动少啊，因为半夜时会捞所有片，半夜时捞所有hip hop， 所以该时间是尽可能压缩精力，不会多的时间啊，用然后给公司捞演员啊，台尬是连续拍20几个小时，对有一天是我记得我整个档期是7天只有睡3个小时，对，就后面几天有稍微多一点点，对，但就是7天只睡3个小时，然后老师他们大概也可能真的只比我们多睡1-2个小时而已，对，哇，真的非常谢谢他们。实在让我感到太辛苦，记得面後都係非常感謝啊，同學之間非常感謝。其實除了講談到記得這個爆肝啊，不眠不休啊，非常用心自己出錢出力來完成一部作品，就得感受到記得有熱情哈。等下請大家先聊一下，多種來你來了解沃卡呢部片呢，唔單止講到啦阿公嘅情感，其實還有講到當到嘅內容哦。然后你咋个顺调的意思是发自内心的感觉才好，因为你应该让你顺利来，你很紧紧就强融啊，你现在就苦够了，头上的硬币啊，想法观念都让人就摸强融，紧紧按讲出来，摸强的记台词就应该你该就难过，按顺讲出来什么，好不好？可能人家提供少了。喘一下，然后再继续走，这样。就暂定这里哈，在这里哈。我等下看一下摄影。对，要不要看一下他啊？不要这样，不要哈。就这样就好了。莫紧挑啊！我现在呀，莫对头。然后再走过去。莫叉腰。不用，放2旁，然后就轻松自然啊。好。然后。因为你行到动喘嘛，你这样小心玩嘛。哇，好散掉啊！你请着安，然后就继续走，对，这样就可以了。刚刚那个表情很好，就是不用太夸张，不用太刻意，也不用太假，就是自然的就好。谢谢。这个一个昨天有睡好，睡很饱。歡迎大家進到富喜來咧，我係 Rita 阿天，今日你看到了沃卡。頭人呢，第一舉頭你哋影帝啊，唐川老師也記得互動哈，有感受到翕一部影片，做一出戲，實在冇咁簡單，要動到大家互相來合作嘅哦。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編劇啦、導演文強，然後製片於如的現場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再次來分享兩位好。好，大家看到。導演真很有架勢哈，兩男主角倆對戲嘅時節哈，尤其你做得全場用客家話，其實倆對套戲來講，倆係有冇同樣嘅影響力，因為用本身戲劇地圖嘅兩語言哈，是直接做得進入嘅情景有知道嗎？有啊，我介時節會想用客家話來導戲嘅意思是從講我做得。自家用自家的聲音，也撈佢講，我撈佢係動很近的，那個心的距離很近，然後咪做得自家身臨其境去撈佢講，倆台詞用扮講出來好好。然後因為我知道啦，我自家係知道講導演撈演員的關係是我都有互相信任，然後做得進到演員的心底，是為撈演員更接近角色一點，所以我應該是在選擇用客家話來導戲的。原因是倆，因為我知道我撈客家，我用客家話嚟講話，我就會好，關係會更近一點。該其他人談是嗎？佢都講客家話，那這樣子都不懂。係啊，現場還是很多大家都在講中文了。對，不過咧導戲嘅時節主要用客家話啊。後面有一個小世界，趕緊學哦，你要學哦，進入這個世界哦，窮下就像我現在一樣。對，但是有冇窮嘅感覺哈？當然咧拍片呢哈，要動到家下講到動辛苦啊，水動手啊，冇錢啦哈，不過要動到嘅咧貴人。
动动音来听秀哈。像你在聊拍片那些，其实应该有蛮多有趣的事情，或是有什么很难忘的事情，对不对？像我哋介时节还蛮翕的时节，前期应该都大概找场景的时节，所以包含找演员啦，所以是强下是应该都下去信众啊，容易听，然后听到哪道音咯，哪道动静啊，容易，所以有一家场景是挑选个影片里边读个土地公庙，嘿，介时节应该都是去看，那家土地公庙，做灯呢，做灯那里翕，然后结果底边是喊出来一家阿公。是讲你都得个咋？你都等一下阿公喊出来，然后就是讲哦，梦来就以后大家拍翕天然做灯么，这种做灯啊，然后结果激动等一下，然后呢又喊路啊又动又特色，然后又动亲切，然后我就是问佢讲，阿公，今日愛來翕麼？有幾時講翕乜嘅？我講翕天然啊，佢講乜嘅時間？我講哦，差唔多過年前，我幾時講好啊？我幾時講好？我就是講梗好哩，係啊，我就是講梗好哩，梗係就個讓伊聯絡好冇？佢講好啊，然後結果佢講哦，我係李總啊，我講哦，你李總，叫李總，係啊，佢講哦，你係食你到底啊？我跟你是你。那用，你是哪形容？你講你燉人呢？你是我配嘅嘛？嘅，你是哪形容？而且其他東西是好安容易。那個以後啦，幾年落去然後發現，佢已經差唔多80歲，他80歲。對。可是講伊喊動天空動歡樂安容易，所以我開始是想，我請佢演兩家阿公朋友兩家角色。你們真的很幸運哈！凊彩拄到已是拄到李總。可能都到拍生意經我一天工作的人，可是你就遇到里長，又講其實講小小其實很來做，你有發覺冇？可能老你講客家話咪有啲關係，其實想你這個行業係你做乜嘅？有生意喊我哦，有冇講好？這個是一種更親近那種認同的感覺。對啊，我去客家嘅地方嘅時候，我常常都會講客話，因為佢哋會看到年輕時冇經常會講香港，我講冇啱通識咯，冇可能係阿公阿婆講下，所以我會講啊，幾時會知道哦，東方係安樣嘅，所以介時隻都到阿公，佢哋我咪係安樣嘅，愛種上鼓勵，所以談到了係咩？你所有嘅爸爸媽媽、阿公阿婆，喊到到老。成日呢來講，你嘅母語哈，無論你嘅母語係乜嘅，從你客家人時都來講哈。這我覺得母語它就是有特別的情感在哈。從我剛看到兩片當中，那一整片的油菜花田、油菜花田，我是非常非常有共鳴的，因為我想到我細細阿公阿婆喺心中，我咪心中人。所以我看到咧天係休耕嘅時節，又係講佢耕種運氣嘅時節，其實係種咧油菜花要做得實，韓國看到有醬，韓國大天嘅時節打落去又係做配，所以我對我來講咧係我細細當拜年嘅情景咧，這好像是你們特別設計的。該未係我嘅記憶啊，因為當年過年嘅時節是會轉去阿公阿婆屋卡，阿公阿婆屋卡旁邊是種到油菜花，然後所以我對過年撈轉阿公阿婆屋卡嘅記憶是一大片嘅油菜花，所以我是想撈兩隻東西變落去啊，因為象徵其實客家村旁邊種到油菜花所以那部片呢，你淨是就翕嘅咧場景，很轉到新竹去翕，就是回到新竹，就有回到阿公阿婆的家旁邊嗎？有啊，我們那邊拍的。對啊，對。所以這樣回去的時候，有看到當到像頭擺細細時節嘅飛機又轉來咧，哈。係啊。我看到你有看到咧相片，係啊。你係當強人種，然後因為你係還少看到，因為你湘西是食材是鳳田，我是種菜頭，種頭啊，我是種向日葵啊，或者是波斯菊科的。但是現在都有翕嘅時節是有撈當地嘅農民講，依家天氣係有種乜嘅麼？你講哦冇啊，我是可能是別人，我條時撈佢講，但係做得讓我條種都有油菜花麼？只係連落東道附近東道農民講，咁呢條就係讓我撒一下油菜花麼？所以呢條是讓我條種，不過沒有一個小小嘅插曲是係我條撒東道嘅油菜花，結果呢？結果只有該家地方有上，所以我就開始在開拍嘅前2週，然後一看，發現咧都冇上，因為該時節冬天挺冷，
然后又冲湿落水，所以都摸上去了，应该是啊。完蛋了，很有俩味啊，嘿，而且很漂亮哎，嘿，所以该是这应该是想，总得应该等到2礼拜，可能有上不出来，所以应该是这是剧本拿出来改。本身唔係正經從了下了只劇本咁樣，本身係沿路嘅汽車都係有才華嘅，結果生出來是有一片天有才華，所以應該是啦佢改到是有兩片地方有，其他都冇上咁樣。是本阿公老孫唔是很意細細，是只啲街帶會有得糊塗。嘿，其他地方是總唔得看到咧。所以咧動到咧設計哈，其實。不是有變通，這個對你們來說，就是拍片就是一個挑戰，要不斷的，好像除了換位思考，還要隨時的做調整，對不對？對。好，你睇片的地圖其實有可能係誤拍攝的，是有人講，用冇買色水，那個誤色、拍攝、灰色，其實對你3種色來講，它是有不同的色階的，其實係愛廣東都係會。係啊，我用黑白兩隻東西來翕兩隻片咧。主要係因為我知道呢隻故事，我唔係愛拍一般嘅傳統動溫馨嘅親情片，因為我想關注嘅東西唔係是係伏卡啲背讀人跟人之間嘅情感，還有動到係我就冇看到可能從家庭延伸到社會嘅問題所以我用黑白一方面係讓大家關注到。啲背讀最經常講嘅東西係乜嘅？冇本彩色嘅世界，冇本看學動這樣嘅東西所轉移注意力然後黑白還有一家動重要嘅目的是因為我知道阿公佢對以前日治時期有一家懷念，結果倆下已經冇出嚟嘛，所以佢倆下對倆下嘅世界來講，其實都係黑白嘅，係。所以，到我都看冇共同度，大家讓去看。不過我都有一家場景，其實已經變回彩色，該是係阿公認同嘅嗰隻時代，係大家咋個去看，是為點解嚟講嘛？哇！咁講咧當聲音嘅嚇，當然呢播出嚟時，大家好好嚟體會嚟感受下。家下討論講，我先會講很多，我本大家自家看嘅是啲啊嗬。呢一層大家先聊一下，等下到咗嚟想去了解，你係後生嘅台幾多嚟做戲劇拍片呢？幾多當上嘅表達，幾多心感度乜嘅想法呢？請大家先聊一下，繼續再落復起來咧。歡迎所有觀眾好朋友轉到復起來咧，Rita 今半夜來認識、來享受呢一段片伏卡我其實非常感動，因為杜康我咪心中嘅，杜康我咪拉阿公阿婆強下睇，我咪講開了強，韓國其實呢片嗰啲都會場景，我係前度我細時節嘅回憶都有出現嘅，所以我今日非常歡喜做得邀請到兩位來賓我今日撒下來呢就好好談幾多講，請問你係邊度？問題你看了伏卡你片呢除了好看感同英語你主要想我穿睇乜嘅本大家來啲？伏卡呢隻片呢我大家都啲圍繞着伏卡啲背讀嘅嘢嘛，該伏卡啲背讀是會看到阿公、阿婆感情唔啲。看起來都冇咁好，阿公老來啊，看起來咪冇咁好。到底乜原因呢？乜嘅原因咯？應該是觀察到，台灣呢隻社會匆大家都對政治呢隻東西，可能價值觀冇強嘅時節，大家是會我唔好意，我唔好意呢隻感覺，係。所以開始應該是會想到，我伏卡咪有安樣問題，所以開始撈佢拿出來講，動時節大家明明係一家人，可是因為政治嘅因素，然後大家是我唔容易講過咧，從我阿公到阿婆是佢哋彼此唔講過10年，係，然後結果因為佢哋唔講過，所以變到我阿 Q 是來兒啲部來兒呢隻角色，唔撈爸爸講過，係因為阿婆嘅原因，所以佢咪唔撈爸爸講過，所以我阿公的呢隻伏卡啲部都是一家
同陌生人安的存在。是有人讲喎，係是有人應該寫成啱啲啊，啱啲嘛嘅政治嘛嘅東西，所以幾時會去人嘅奧多拜啊，然後同佢出去聊，讓佢懂都嘅故事。然後我發現到，我寫這哈，佢除了讓我講嘅故事以外，佢還會讓我講動到關於日本時代動到可能幾種好嘅東西，幾種好睇嘅歌啊，幾好看嘅雜誌啊，咁然後我是想，我細時間啲呢種東西係乜嘅？是覺得我呢家阿公都學日本，可是我睇這些人發現講因為台灣以前有日本殖民國。那動殖民國嘅那種錄音架都掠下，雖然已經變到應該就係台灣嚟安樣，可是佢哋還係對日本時代有記憶，有情感，有情感，無論係哪種嘅情感。所以大家我看我想講嘅，不僅僅只是關於政治，佢哋有對立嘅時間造成人的隔閡，還應該想談嘅係台灣。東九日前的歷史的記憶都啲容辦影響了海人民。其實一切道理下，無論係老哪隻國家有各種政治黨嘅啦，某種嘅意見不是媒體社會黨有看到，很係前度家庭也發生咁嘅事情我本來想到，我最近看到有關於寬容這個詞，是係講我們要接納跟自己不一樣的。呢是係本大家大家思考嘅問題啦，尤其你係一家人做埋按用英文呢，到底係乜嘅原因呢？大家去問一下那大家談到呢是都想要看不開呢部片呢？我們在什麼時候在客家電視台看到呢？4月24號的9點，大家一定要盡情鎖定客家電視台。晚上9點還是早上9點？晚上9點。讓大家係咪記得啊？4月24號晏晡時頭9點準時收聽客家電視台9點到9點半了烏卡嘅大本義務窮用嘅世界好，今天兩位來到呢個節目當中，其實做得像學生嘅作品，要上大熒幕越上大熒幕，然後本大家啲喺個透過咧，家講用物拍嘅手法，跳脫一些傳統的。所謂的就是溫馨片的框架，其實係襯托動到嘅東西。那當然兩位呢，看起來很後生，不過有動到想做嘅事情。呢節目有快問快答，請大家咧透過呢問題咧認識佢哋，認識佢哋嚟談取請問，如果要為這出戲打分數我很參與嗎？請問你要為自己這出戲打幾分？導演先不要講，因為導演不能講啊，因為這是你身上。製片先講，我很喜歡，我覺得95，但是5分扣在拍片的時候真的太累了。好，對劇組5分給劇組這樣。對，好，其實拍片都蠻累。那導演呢？你自己知道咯？那部片呢？你發了2日冇買水，冇出門，冇出門。我去到。對自己嚴格一點，85好了。80，我跟你寫5分那來去，也要5分是太辛苦嗎？因為我去到我看到都白嘛，我會覺得還有地方就得笑一下，還有地方就得笑一下，還有一家是係因為我去到可能我寫同窗咧，所以我是這翕嘅時間都辛苦，來不及要一直刪戲嗎？那部片呢，短片30分鐘嘛，但是你拍完已經快50分鐘了，對，所以這就是我覺得我要讓自己扣分的地方。要刪掉很多都是心頭肉。你走一隻沖片，好啦，你冇剪落去，再個走一隻沖片，走得咯，走得有隻新的想法，好，所以繼續加油咪，代表講，那東西記留下你們當時最好的自己，但是現在你們當然1年以後再看，可能覺得自己哪裡又可以更好，表示講未來繼續向100分前進。好，那繼續下來，你的最喜歡是拍室內還是拍室外戲？為什麼？我先好是啊，我是室外。有乜嘢兩三上班冇用哦？因為應該好室外，可能源自於回憶吧。而且我哋要拍室外景嘅時間，好像比較順利。
心情觉得啦，因为应该就觉得的我卡蒂北读希北时节，该就场景都会动狭窄，然后大家动紧绷，然后因为我卡蒂北读嘛，所以该就嘿哈哈，然后该就器材安搞来搞去，是会看到几个动性股安努啊安努哦，又要打灯，又要调角度，然后大家灌到地北读，然后又看到演员安性股的是会觉得哦，大家真紧动感谢，有动感跟动心疼。哦，该东西贵家翻给太高压，因为也是刚刚讲也是有点累了哈。该于如呢？我觉得，因为室外场景，我们就很常出去的时候，然后就会发生一些意外，然后制片总是会担心，所以我就觉得室内大家都待在房子里面，大家都平平安安最好。我觉得你最好，你这好像妈妈，我的孩子们都不要出去，我的孩子都不能出事。对，哎，不过我看得出来，就是你很照顾大家，你咪想动到，好，希望大家安全顺利。好，我想节目上来两位来分享一下。两部片呢，韩国对国家团队，因为你们的团队是号称史上最不会吵架，只有磨合跟沟通的团队哈，用来想会感起来呢？我想感谢的，因为开始这吼写了个剧本以前，他们请到我的团队，开始先为壁纸嘛，我请团队咧，然后我是问了一堆人，然后我是问佢讲，我想让佢哋翕片呢做 demo， 結果我劇本他們出來佢哋是答應我咧，所以你一隻舉動不愛感覺到動感動，因為我連劇本都他們出來時，兩群人是決定跟着我一起去拍電影，所以我都感謝我的組員，還有我的媽媽啦。媽媽，他講媽媽，因為半夜都要食飯，因為讓佢都要時差，因為讓佢都要開門，因為讓佢都要門路。我媽媽都辛苦，我媽媽已經52歲了，可是從頭先我就講嘛，我就水凍燒，然後工時20幾個小時，我媽媽係天天我就強榮。幾名5歲？係幾名5歲，幾同幾縫線。幾重靚啲？係，所以等我就全部都收拾好，轉去水門嘅時間，幾樣最尾就開門，然後開門以後，我就咩早上時又開工咩，結果幾提日早起，然後我就又開。哇！所以當石子誒，係，剛就佢媽媽太偉大了，太偉大了哈！所以未來變成領導的時候，別忘記再好好謝媽媽一番哈。對，嘿，好，你於如呢？感謝。我也是最感謝溫晴的媽媽，因為其實我們一路上真的遇到很多困難，然後溫晴媽媽因為就我們都台北下去新竹拍攝，整個團隊都對新竹不熟，然後有點算是溫晴媽媽帶着我們整個劇組認識新竹，然後去包括場景啊、演員啊，或者是片場上，就是剛才講到的，都幫我們非常非常多的忙，就非常感謝溫晴媽媽。哇！所以今日聽到呢啲分享，我非常嘅感動啦，咪非常祝福呢啲回來嘅分享，無論係行哪條路，繼續拍片啦，繼續深造，係個撈做其他嘅條路，我知道都係呢啲人生過程當中非常非常好嘅累積。再次恭喜兩位啊！好，今日咪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記得4月24號晏晡時頭9點，一定要來看沃卡呢部短片，來看幾多嘅新片，來看下來認識呢片呢啲都愛撈大家講嘅話。今日再次希望大家嘅收看咯，等下約上大家繼續聽你先生嚟做認同咧，希望大家長來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按鍵讚，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